我捉你捉，你女朋友捉，你女朋友嘅爸爸媽媽都捉，佢哋就唔同啦。捉嘅係小鳥、老鷹、順天翁、禿鷹。有120年歷史嘅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入邊，自從1902年第3屆美國路易斯奧運會之後，足足相隔112年，高爾夫球重新納入正式比賽項目。現代高爾夫起源於15世紀嘅蘇格蘭，被視作蘇格蘭國粹，及後係由英美兩國發揚光大。高爾夫球運動被譽為最需要同大自然融合嘅運動，因為要將一個直徑只有4.262嘅波打入遠離你最少250米以外，只有10.8 cm 直徑嘅洞入邊，風向、風速、地勢、草坪嘅斜度密度、草嘅長度等等，都直接影響球手嘅準程度㗎。球手要因應現場風嘅變幻莫測，即時調整發球嘅姿勢、角度、力度等等，少少嘅失誤都可能已經導致好大程度嘅差距㗎啦。咁標準嘅高爾夫球場係會有18個洞嘅，由球道區、長草區、果嶺、沙坑、河川、水塘等等組成。標準桿就係指球員已根據洞嘅設計應當完成嘅桿數，包括發球嘅一桿同埋兩桿嘅推桿。因此標準桿最少係有3桿嘅，球員成功小標準桿1桿就為之小了啦。之後如此類推，分別係小2桿嘅老鷹、3桿嘅順天翁同埋最勁小4桿嘅禿鷹。2002年就有一位球員喺一個517米嘅5桿洞實現1桿入洞，創下咗至今為止距離最遠嘅1桿入洞紀錄。